下來繼續來看桃園平鎮的成功平交道，有一台車無小心卡佇個平交道頂進退無路，加載準備要駛經過的火車，早就偵測到有物件卡掉咧，火車就要停落來，所以並無發生到燒龍的事故。平交道的管道都放落來，白色的車輛加速想要通過，不過已經未赴啊，就安尼掉佇咧平交道內底，進退兩難。駕駛趕緊落車，先到車尾看一下，煞落來到後座對車來講話，看列車就要到位，駕駛員也無法度剎車，加在列車偵測到故障自動停落來，佇咧確認袂起弄到嘛，袂影響行車安全了後，列車就正常離開。其他的民眾嘛來鬥相共協助白色的車輛離開平交道。昨下晡3點半，桃園平鎮的成功平交道，白車的駕駛敢若受到頭前車流的影響，佇咧警示聲單管啊放落來了後，猶閣停佇咧平交道內底。根據了解，成功平交道頭前的路較窄，加上平交道附近的成功路甲成功路二段四個方向攏有來車，上下班的時間就熬塞車，車輛若無保持夠嘅距離，就可能掉佇咧平交道，所以就安排義工佇咧現場指揮交通。這個沒辦法，一台接一台啊，這個主線道先給它通。那橫向出來的先擋着，先給它過去，這邊的鐵道上不要給它進攻，不要擋在這邊，都給它先通過。加在這屆有驚無險，無甲列車發生燒龍，白車事後嘛順利脫險。不過警方原來針對駕駛依法來開單。警方調閱平交道監視影像，釐清案情，確認違規事實後，針對於鐵路平交道臨時停車之違規行為，依法舉發。經過鐵路平交道，就要做好停看聽，同時盡量保持車輛之間的安全距離，才袂造成家己甲其他無辜民眾的危險。